嚟到第六條呢度呢，咁我哋亦都可以借住呢條題目學識一啲重要嘅字眼啦。咁首先呢，佢就提到而家 D 呢就會喺 AB 上邊嘅一點，咁同一時間呢，我哋呢一個 CD 就會係 bisect angle ACB 啊。留意住呢個 bisect 呢個字呢，就非常之重要啦。中文就即係平分，就即係將佢分開一半一半。好啦，咁我哋就睇翻啦，喺幅圖上邊，而家呢一度呢就會係 angle ACB 啦。而 CD 咧就將佢 bisect， 意思就即係話而家呢一隻 angle DCB 咧就會等同於呢一隻 angle ACD 啊。咁同一時間佢都俾咗 angle BAC 就會係71度，ABE 咧就係79啦，即係以下呢一隻就會79。咁同一時間 angle ABC 咧就會係49度。咁但係我哋已經知道成隻 ABE 就係79度嚟噶嘛，咁所以亦都可以講得到咧，而家呢一隻 angle CBE 咧就會係30度。咁之後咧，下一個比較重要嘅字眼咧就會係以下呢個 prove 啊。今次咧佢就話 prove 咧 DC 咧就會 parallel to BE。留意住佢叫你 prove 得的話咧，意思就即係話 DC 咧最終一定係 parallel to BE 噶啦。不過咧就要寫翻清楚所有嘅 reason， 咁你就證明翻呢樣嘢。咁首先第一步咧，我就會先計翻呢一隻咧就係 angle ACB 噶，因為我哋呢一度有71度，有49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係喺 triangle 呢個 ABC 入邊49加71，再加翻呢一隻咧就會 angle ACB 咧就會等同於180度。咁由於 reason 係非常之重要啊，咁所以呢一度咧亦都要特別 mention 翻，今次咧就係 angle sum of triangle。咁最終咧，我哋就會記得翻呢一隻 angle ACB 咧，其實就會等同於60度嚟噶。好啦，留意住，由於呢一度係60度，再加上呢兩隻角咧就會係一樣噶，因為頭先就話 CD 就會 bisect angle ACB 嘛。咁因此亦都寫翻清楚，由於 CD 咧就係 bisect angle ACB， 因此我哋就可以講得到下邊呢一隻角度，亦即係 angle DCB 咧，就會係60度再 over 2，最終就會係30度。咁同一時間咧，呢一隻 angle CBE 咧，其實係題目俾嘅，因為佢俾咗79度，再俾咗49度嘛。咁所以相減完呢一隻30度咧，都係題目俾嘅，亦都寫翻清楚呢一隻 angle CBE 咧就會係30度。今次咧就會係 given。咁點解要特別 mention 翻以下呢兩隻角咧？就即係睇幅圖上邊，就即係呢度就會 angle DCB 啦，亦都會有呢一隻 angle CBE。咁我哋今次咧就會係睇緊以下呢一 pair 嘅 alternate angle，咁就方便同我睇翻啦。就即係話，如果對應住以下呢一對嘅 alternate angle，假如佢哋係 equal 的話，就會引申得到呢兩條線咧就會 parallel 噶。咁所以亦都寫翻清楚，由於我哋呢一隻 angle DCB 咧就會等同於 angle CBE。咁既然都有數字啦，咁我哋清晰啲就寫埋出嚟。今次咧就大家都係等同於30度，所以個結論就會係 DE 就係 parallel to BC， 而個原因咧就會係 alternate angles equal。留意住，當我哋 prove呢一個 parallelize 嘅時候，個因果關係咧係要同一時間寫出嚟噶。咁所以咧，以下呢兩行都係必須要寫。一般嚟講咧，同學就會漏咗上邊呢一行嘅。咁但係如果漏咗上邊呢一行的話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完整嘅 proof 嚟噶。OK。